咦？你咪陳春福？喂，你講清楚啲，係奧脱陳春福啊！歡迎大家收聽奧脱陳春福 Podcast 嘅第2集。咁喺正式開始之前呢，都要多謝第一集收聽嘅聽眾啦。因為其實睇翻個數字，原來都超過100次嘅收聽啊。咁其實都超出咗我嘅預計之內嘅。咁所以喺度講聲多謝啦，亦都好多謝好多有心嘅網民，好多有心嘅漫迷會 PM 我講翻俾我聽呢一啲你哋覺得嘅意見啦，覺得好聽唔好聽嘅地方，亦都好多人會話，喂，我真係有推薦俾其他身邊嘅朋友喎，曼聯球迷喎咁樣。咁喺度呢，真係好多謝大家，因為開一個新嘅 project 真係好唔容易嘅。今日係第2集。錄製嘅日期呢係4月5號星期六啊！而家喺溫哥華嘅時間大概就12點零1點啦，晏晝。咁啊，今日呢一集呢都幾多內容嘅，因為其實喺過去呢一個星期裏面呢，除咗曼聯即係喺聯賽裏面輸咗俾森林之外呢，都有唔少嘅新聞啦。整合咗一啲大家可能喺社交平台已經睇過一啲即係重點嘅內容，亦都有一啲呢係比較少人報導嘅，咁都會喺今集裏面囊括咗。同一時間呢，今集亦都會放上更加多嘅平台，唔會單純呢淨係得 Spotify 有得聽。咁但係因為之前嗰集呢，因為一啲技術嘅問題，所以就要即係花啲時間整理啊。咁但係呢，一 publish 咗之後，我又要再返工啦。咁所以呢，有一段時間都好難再搞嗰啲技術問題。不過期望呢，今個 weekend 可以處理得到啊。簡單講下呢，今集嘅內容有啲乜嘢先。基本上呢，今集嘅3個關鍵字有啲長啊。第一個關鍵字係青訓，第二個關鍵字係球員嘅專訪，第3個關鍵字呢就係教練嘅專訪。因為呢個星期都有幾多專訪出爐啊，所以呢，整理咗一啲比較重要嘅內容俾大家去關注多啲啦，睇翻多啲到底除咗喺你主流嘅媒體會報導之外嘅新聞之外呢，其實仲有啲乜嘢係值得大家留意嘅。好，廢話唔講太多啦，我哋直接進入去第一個關鍵字嘅內容咯。第一個關鍵字就係青訓，相信有留意開曼聯嘅球迷對於呢2個字都唔會陌生噶啦，甚至乎你第一時間可能就係諗起 Class of 92，即係92年青訓班畢業生啦，或者係即係華語世界就會話係費爵爺嘅七小福。當時有一啲成員包括譬如加利仔啦、菲臘仔、史高斯、碧咸，呢啲名字一定會喺你腦海裏面彈出嚟嘅。不過其實喺佢哋成名之前呢，都有一個小故事嘅。喺1995-96年嘅球季，費爵爺就係帶住呢一班青訓畢業生去開季，但係好不幸啦，開季第一場就3-1輸咗俾維拉。當時喺 BBC 嘅節目 Match of the Day 上面，有一位利物浦嘅前隊長叫 Alan Hansen， 佢就講咗一句説話去形容呢場敗仗，就話 You can't win anything with kids。你帶住呢班小朋友呢，乜嘢都唔會贏到嘅。但係賽季之後點樣發展呢？大家都記得啦。去到後來，費爵爺嘅回應就係話 You win nothing without kids。如果你隊中冇任何小朋友嘅話呢，你根本乜嘢都贏唔到。亦都有另外一句説話去形容呢啲年輕球員嘅，就係話 If they are good enough, they are old enough。當佢哋場上表現夠好嘅時候，佢哋就已經可以為一隊上陣啦。佢哋嘅年紀呢，唔係最重要嘅問題。呢個就係曼聯青訓嘅故事。咁我哋講翻今時今日，其實曼聯嘅青訓又係唔係做得好呢？嗱，Class of 92呢，其實係贏過 FA Youth Cup， 即係足協嘅青年杯，當時係攞咗冠軍嘅。但係去到今時今日 FA Youth Cup 又係唔係曼聯 U 隊嘅囊中物呢？其實喺啱啱過去嘅星期一，曼聯嘅 U 隊就同維拉有一場比賽。咁當然啦，即係好多人對於曼聯嘅 U 隊都好有期望，但係好不幸地呢，係喺法定時間賽和咗1-1，但係喺加時過後，我哋互射12碼呢就輸咗3-1。
喺嗰場比賽咧，其實都有好多新星係有上陣啦。咁但係亦都有啲評論就話，部分嘅球員呢，可能因為承受唔到太大嘅壓力，喺嗰場球場上，喺嗰日喺球場上面呢，表現就唔算係太好。同一時間呢，亦都因為即係維拉有非常清晰嘅 game plan 啦，佢哋球員呢亦都相對地係高大過我哋，佢哋亦都唔介意呢做一個 low block 嘅防守。好多時我哋有球權，亦都有進攻，但係咧偏偏就攻唔入，去到最後互射12碼就以3-1落敗。不過喺呢個即係不幸嘅敗仗嘅之外呢，我哋都可以留意一啲名字，分別就係一個英格蘭嘅年輕翼鋒啦，佢個名咧就叫做 Benedetto Mentato， 佢最近亦都同曼聯簽咗職業合約。佢係一個有踢過左閘，亦都有踢過咧右翼位嘅左腳球員。咁呢個球員呢，喺即係英語世界都有幾多人話佢係有潛力嘅。除此之外呢，曼聯最近亦都有一啲新嘅消息，就話即係繼續係簽緊一啲年青有潛力嘅球員啦，包括呢一個法國嘅翼鋒叫做 Oumar Kamara， 佢係 PSG 嘅青訓系統，準備要畢業㗎啦，而家呢就17歲。但係佢就冇打算留喺 PSG 嗰度咧，繼續佢嘅職業生涯。亦都有話過咧，係上一集講過嘅 Christopher Vivell， 佢揾到呢一個年輕嘅新星，準備咧即係由曼聯 offer 一紙嘅合約俾佢，希望帶佢過嚟曼徹斯特嘅。仲有一個球員呢，就係河床嘅年輕翼鋒，亦都係翼鋒啊！佢個名咧就叫做 Ian Subiabre。咁到底佢又係唔係即係我哋即係解決而家隊中裏面咧唔夠翼位嘅人選呢？我哋可以拭目以待啦。不過呢，睇得到好多消息都係指向過往一段時間，我哋就喺英格蘭嘅球會裏面揾到好多新嘅球員簽咗過嚟啦。喺嚟緊呢段日子呢，亦都見到喺即係海外啊，包括阿根廷啊，包括法國啊，其他球會嗰度揾到啲年輕嘅新星。希望將佢帶嚟我哋嘅青訓系統，培育佢哋上去一隊。希望造就嚟緊呢，即係 Mission 21啊，喺我哋球會2028年之前呢，可以贏到錦標。培育呢啲新星之餘，仲有另外一個好處嘅，就係青訓嘅轉會呢，基本上係相對低嘅轉會費啦。同一時間，如果佢哋將來名成利就，或者有啲略有小成嘅時候，佢哋想轉會，球會嘅收益會係 pure profit， 係純盈利，對於球會嘅財政狀況呢，都係一件好事啦。第二個關鍵字就係球員嘅專訪。今次呢，就想講下唔同球員嘅專訪啦，因為喺呢段時間呢，都有唔少嘅專訪出爐啊。不過我哋將時間回一回帶，去到2024年嘅12月先。當時有一個曼聯嘅前球員做咗個訪問。佢個名呢，就係 Anthony Elanga 艾蘭加。咁大家都記得啦，喺啱啱過去呢個星期呢，曼聯就輸咗俾森林1球，而嗰一球正正就係來自呢位曼聯嘅青訓畢業生。咁好自然啦，大眾嘅輿論都會話，曼聯呢當時1500萬鎊賣走咗佢，曼聯走寶啦，曼聯呢唔識得用人啦。咁但係睇翻當時艾蘭加喺上年12月嘅訪問呢，佢自己亦都有講到，佢喺曼聯嘅時候，佢覺得自己冇進步，佢當時亦都唔開心。但係更加重要嘅係呢兩樣嘢呢，佢當時係冇為意，佢冇話佢以佢嘅講法呢，就係話 I didn't take it seriously。佢知道自己有啲停滯不前，但係同一時間呢，可能亦都係表達緊佢唔知道點樣先至可以再進一步。當然啦，喺佢面前亦都有唔少嘅競爭對手。喺佢離開咗曼聯之後，去到森林。如果大家唔係淨係睇今季嘅話，過去2季森林嘅表現都唔算係非常之好，長期都喺下半版嗰度咧掙扎緊嘅。係去到今季呢，經過大量嘅球員賣出賣入之後，終於揾到一啲適合佢哋嘅成功法則。今季呢，大爆發，上長期咧都喺前4嘅位置。咁其實我係為佢感到開心嘅，但係同一時間，大家睇翻森林嘅踢法啦，佢哋唔介意做好多防守為主嘅踢法，贏呢未必贏得好靚嘅，但係同一時間，因為佢哋 low block 嘅關係，艾蘭加呢一類有速度嘅攻擊球員就好自然咧會有多啲空間可以推進、可以盤扭、可以衝刺，亦都係因為咁樣呢，佢就即係把握到呢個機會啦，喺啱啱呢個星期對曼聯嘅時候射入咗球賽唯一嘅入球，咁啊令到球隊呢贏咗曼聯。
聽翻 The Talk of the Devils 嘅唔同主持人所講呢，其實艾蘭加個人本身都有啲悶嘅。佢係一個 gym rat 啊，即係好中意健身嘅球員，亦都係因為咁樣，佢而家嘅體格呢非常之適合英超嘅對抗性。大家都睇到嗰一球，就算加拿祖追到去拍埋去，因為體格嘅懸殊嘅關係呢，都唔能夠成功攔截到艾蘭加嘅推進啦。呢啲亦都係唔同球員有唔同際遇，但同一時間大家都唔好忘記啦，佢喺曼聯嘅時候所承受嘅壓力，佢當時即係喺翼鋒上面嘅競爭對手，當時嘅表現其實都唔容易嘅，令到佢上一隊。如果睇翻數字嘅話呢，其實兩者近呢兩季分別加拿祖同埋艾蘭加啦，其實佢哋入波呢嘅數字都係一樣，都係11球。不過艾蘭加嘅助攻數字呢就更加多。呢個亦都牽涉到佢哋喺自己所屬嘅球會有冇成長嘅空間，球隊嘅運作如何？呢啲呢都係我哋曼聯好難俾到當時艾蘭加嘅一啲機會嚟嘅。咁但係到底曼聯係咪話走寶呢？係咪我哋即係唔識得用佢？我哋1500萬鎊賣走佢係一個非常之差嘅交易呢？其實我就覺得唔係嘅。但係如果你有其他睇法呢，都歡迎留言話俾我聽啊！至於另外一個有做到專訪嘅球員呢，就係 Scott McTominay， 就係曼聯嘅另外一個青訓畢業生。咁喺 The Athletic 呢，就出咗一篇報導啦，就係有即係佢哋嘅記者呢，去到意大利專訪呢位28歲嘅蘇格蘭球員。咁麥湯喺入面就先講啦，即係個訪問個文章一開始就係話，哇！佢去到意大利呢，好多食材都好新鮮，以前喺家鄉係從來都唔會食番茄嘅，而家佢去到意大利，哇！所有即係有私人嘅廚師去幫佢準備食材啦，亦都呢當地嘅食材好豐富、好新鮮，佢每日呢都會食呢啲蔬果，亦都好似即係當係零食咁樣食啊！佢嘅描述就係話，佢同蘇格蘭嘅隊友咧 Billy Gilmore 就一齊用同一個私人廚師，亦都顯示到佢過嘅生活咧相當唔錯。咁但係一講到佢喺曼聯嘅日子咧，佢都有少少細節同我哋分享嘅。其實就係話佢20歲左右上到曼聯一隊，其實好多唔同嘅教練咧都將佢misprofiled， 呢個係佢用嘅字，即係話咧係用錯咗佢啊！如果廣東話嚟講，即係佢嘅佢對於自己足球嗰個風格嘅理解就係話進入禁區啦、射波啦、或者喺後上入攝啦，呢啲呢係佢喺 U 隊嘅時候比較擅長嘅一啲足球嘅技術嘅特色。但係喺一隊嘅時候呢，佢就經常俾教練派去踢6號位啊，甚至乎踢中堅啊。佢嘅講法就係話呢啲位置從來都唔係佢擅長嘅位置。但係同一時間，佢亦都冇話怪責任何一個教練嘅。佢嘅理解，即係佢而家望翻轉頭就話，如果你20歲左右為曼聯嘅一隊上陣，基本上你係冇嗰個膽量呢去同領隊講，喂，我可唔可以呢踢另外一個位置啊？甚至乎佢舉咗一個例子，就係喺佢面前踢8號位嘅係普巴。佢話當時我20歲，我又點能夠自己走去敲領隊嗰度門，就話我可唔可以取代普巴踢佢嗰個8號位啊？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喺過去嗰幾個球季裏面，你都見到麥湯文尼呢係比較多後上入攝，比較多進入禁區。佢有陣時同Rasmus Højlund同海倫呢嗰個好似係即係影子分身咁樣啊！大家都係金毛，大家都係高大，大家都係白人，好似有兩條柱呢喺個禁區裏面。亦都變相令到佢有多啲射門嘅機會。喺訪問裏面佢都有再提及啦，即係每一個季度呢，曼聯嘅領隊或者新領隊都會簽一啲新嘅人翻嚟。嗰啲人呢，往往都會係即係比佢名氣大，亦都呢喺外界睇起上嚟嗰啲能力呢係比佢強。於是乎佢長期都會係即係退居喺後備席啦。佢好難。即係佢覺得自己好難呢，可以話超越呢啲新簽嘅球員，例如邊個呢？譬如卡斯美路啦、艾力神啦。但係往往去到球季中後段，領隊都會覺得佢係相對地可靠嘅人選。佢嘅講法呢，就係話 ，They would always sign someone who wouldn't necessarily be what people expected them to be。呢啲球員新簽嘅球員嚟到曼聯之後呢，球迷對佢哋都好高期望，但係去到最後。
麥湯都會搶到自己嘅位置，因為新簽嘅球員呢未必表現得非常之理想。亦都正係因為即係過去咗幾季呢，麥湯見到有類似嘅重複嘅 pattern 出現咗，佢就開始覺得，到底我係咪應該繼續留喺度做後備呢？而去到上一季Ineos 入主之後，佢亦都喺訪問裏面提到，佢唔知道曼聯嚟緊會變成點樣，所以佢就決定呢考慮離開曼徹斯特去其他地方咧發展佢嘅足球事業。亦都係因為同一個時間，即係拿波里就向佢表示話想簽佢啦。亦都有即係非常之有名氣嘅領隊就係干地，都好中意佢。佢諗咗一陣，亦都抱持一個即係對未來開放嘅態度咧，就答應咗加盟呢隊意大利嘅意甲球隊啦。喺嗰度呢，佢就冇俾人 miss profile 啦，即係冇用錯佢。但係同一時間，干地睇中佢嘅一個原因就係覺得佢有領袖嘅才能。佢喺20歲左右上到曼聯嘅一隊，去到佢而家28歲，其實佢建立咗好多樣嘢。尤其是作為一個足球員呢，佢係成長咗好多。當時嗰個唔夠膽敲門入去領隊房話想踢波嘅小伙子，而家喺拿波里嘅更衣室裏面呢，係一個永不言敗嘅球員，亦都係某程度上一個領袖嚟嘅。佢嘅講法就係話，即係喺曼聯呢，球迷係唔會容許任何唔 ready 嘅球員啊，有機會就係即係你為曼聯上陣10場、40場、50場，然後你就離隊啦。因為你喺某一場比賽咧唔 ready， 球迷就對你唾棄。佢話佢自己都好幸運，因為佢總共為曼聯上陣咗接近250場比賽，亦都贏過聯賽杯、贏過足總杯。佢嘅講法咧，我感受到係即係佢都好滿意自己喺曼聯嘅成就啦。覺得自己係有成長到，同一時間呢，佢去到拿波里，亦都有佢發揮嘅空間。其實去到呢個訪問嘅後段呢，記者都有問到麥湯文尼，就話：其實你覺唔覺得一般嘅曼聯球迷呢都會覺得新簽嚟嘅球員、大名氣嘅球員呢，永遠都會好過青訓嘅產品。呢啲青訓球員呢，長期都要活喺呢啲大名氣嘅球員嘅陰影之下。麥湯嘅回應都幾特別嘅，佢就話其實佢當時冇咁諗過，但係而家望翻轉頭呢，佢話 potentially true。有機會呢，佢哋都係活喺呢個陰影之下嘅。嗱，睇翻呢兩個球員嘅訪問，分別艾蘭加同埋麥湯文尼，兩個都有提到，雖然佢哋喺曼聯嘅日子過得唔錯，亦都有即係覺得自己為曼聯上陣呢係一件有榮耀嘅事，但同樣地，佢哋都有唔開心嘅日子。佢哋對於曼聯嘅發展步伐啦、前景啦，都有唔清楚、唔明朗嘅地方。呢啲元素呢，亦都係造就到佢哋離開咗球隊，去到相對地少啲嘅壓力啦，或者去到佢哋即係攞住曼聯經驗去到新球會嘅發展，佢哋學咗嘅嘢，令到佢哋成為更加好嘅足球員。一方面呢，作為曼聯球迷，其實我係為佢哋感到高興嘅，畢竟即係 once a red always a red， 曾經係曼聯嘅人，往往我哋都會當佢係我哋嘅一份子。但同樣地，其實球迷都可以反思一下。我哋對於曼聯球員嘅要求，對於佢哋嘅批評，對於佢哋嘅苛責，又係唔係即係太嚴苛呢？呢啲咧對於年青球員即係20幾歲嘅小朋友嚟講呢，其實係一件好難應付嘅事。咁尤其是見到麥湯文尼啦，佢自己都話上一季呢，佢係表現得最好嘅球季。可能有一個城市傳說啊，長期喺華語球迷世界裏面咧，都會講到係坦克賣走麥湯文尼。無論你揾幾多新聞都好，喺英語世界大家都會知道咧，坦克其實係最想留低麥湯文尼嘅人。但係由於財政狀況啦，由於 FFP 又好 PRS 又好，其實呢個即係賣走青訓球員係對於球會嚟講咧係一個純盈利。之前都有提到啦。我諗有鬥心嘅球員呢，大家都想留低嘅。但係同樣地，如果呢啲球員去到新球會有更加好嘅發揮，作為曼聯球迷呢，其實都唔需要吝嗇自己對於佢哋嘅欣賞啦。讚賞佢哋係一件好事。我諗呢個風氣呢，透過大家嘅留言可以慢慢改變嘅。第三個關鍵字就係教練嘅專訪。咁喺我準備緊呢一集嘅內容嘅時候呢，臨錄音之前，《泰晤士報》就出咗一篇訪問，由佢哋嘅首席足球記者 Jonathan Northcroft 去執筆嘅。
故事嘅主人翁呢，即係篇文章嘅訪問主角就係 Mitchell van der Gaag。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其實佢就係曼聯過去2季嘅其中一個助教，係坦克嘅荷蘭教練團成員裏面呢，其實第2個荷蘭人，因為另外嗰2個分別係 Benny McCarthy 同埋 McLaren，佢哋2個分別係南非人同埋英格蘭人嚟嘅。咁呢個荷蘭光頭其實呢又做過啲乜嘢？到底佢有啲咩可以分享呢？咁佢喺呢篇訪問裏面亦都有提到啦，即係其中一場最重要嘅敗仗最令到球迷心淡嘅敗仗就係對水晶宮輸咗4球。當時呢，我哋唔喺球場入面，大部分嘅曼聯球迷，無論係英國國內啦，還是係即係海外嘅曼聯球迷，網上世界都係一片愁雲慘霧㗎啦。輸俾水晶宮，仲要輸4球，大家都覺得未來呢係非常之暗淡。要換教練嘅呼聲亦都甚囂塵上啦。但係其實原來當時有另外一個 perspective 嘅，就係雲迪加格話球員完場之後去到作客球迷區，聽住即係遠道而嚟嘅曼聯球迷向佢哋激勵啦，講好多説話支持佢哋。完場之後呢，坦克同埋教練團同埋球會上下都好努力去令到事件即係賽季嘅場上嘅表現會有改善。佢感覺到當時呢，大家係上下一心。佢話 something is coming。結果喺嗰場敗仗之後，大家都見到咧曼聯嘅場上表現係有所提升嘅。佢亦都用呢個例子咧去講，即係儘管啦，成個賽季即係未如理想，亦都有好多傷患，但係球員對於坦克同埋教練團定落嚟嘅原則同埋足球信念呢，佢哋話係有一個 connection 喺裏面。亦都有唔少嘅比賽話，就算落後啦，球員揾到機會就會反撲，嘗試呢令到嗰場比賽有轉機。呢個係佢嘅講法啦。當然亦都會有少少 bias 嘅，因為佢自己都喺教練團入面。但係佢最廣為人知嘅呢，應該就係去到足總杯嘅決賽之前，佢就剪咗一條片，係融合咗啲電影片段以及曼聯球員嘅表現，用呢條片呢去激勵成隊波，希望以即係捧杯完結嗰個球季。條片呢係擺咗喺 YouTube 上面㗎啦，我會擺喺 Facebook page 嗰度呢，俾大家可以好好欣賞。咁但係訪問嘅內容亦都有提到，即係話其實球員呢係非常之容易見到領隊啦、教練啦，當佢哋苦無對策嘅時候呢，就開始即係拋棄個教練，唔再支持佢啦。但係喺曼聯，尤其是佢在任嘅期間呢，冇呢個狀況出現，亦都係另外一個人去講其實成個由坦克到佢嘅教練團呢，係冇失去過更衣室嘅。我諗呢一樣嘢亦都係即係留落嚟，無論而家係Emery 做教練都好啦，建立一個好嘅文化呢，係相當之重要。另外佢亦都講到落去啦，就係話到底當時曼聯面對嘅困境係乜嘢呢？除咗傷患之外，亦都有一啲係關乎到，譬如球會要賣盤啦，佢哋唔知道嚟緊嗰個即係球會嘅 restructure 會係點樣，足球部門有新嘅人入到嚟，又話會有改革，但係整個教練團呢，都係用呢個 uncertainty 作為一個推動力，去推動佢哋更努力咁樣完成自己嘅工作。亦都有提到去到足總杯。要喺曼徹斯特落去倫敦之前嗰一晚，坦克呢夜晚11點都仲同一個即係影像分析師留喺球會工作到夜晚11點嘅。一路講到落去，亦都有講到到底點解佢會離開呢？係唔係同教練有不和呢？其實亦都未必嘅。佢話其實佢自己都好想再做翻主教練，見到曼聯嘅restructure 未必有好多空間留低俾佢，所以佢就決定離開啦。提到係唔係一啲買咗好多荷甲球員，甚或乎某啲喺亞積士嘅場面唔能夠複製到曼聯身上面，點解做唔到呢？佢俾咗一個比較含糊嘅答案啦，就係話即係如果我哋知道係就係呢個原因啦，咁或者上一季唔會完結得咁慘烈，佢都俾唔到一個好清晰嘅答案。但係佢有提到嘅就係話，無論喺西班牙好啦，喺荷蘭都好啦，一啲強隊往往可能會踢到7成8成時間嘅好波，只有1至2成鬆懈呢，都仲可以順利咁樣攞到3分，贏到波嘅。但係英格蘭就唔可以啦。喺英超，你係每1分鐘都要係最頂尖嘅表現。
佢提到一啲例子，例如作客車路士喺補時階段連失2球，於是乎我哋倒輸翻俾車路士。呢啲佢形容話係 strange games， 但係同一時間佢亦都有讚賞唔同嘅球隊喺譬如角球啦、死球啦，喺唔同嘅戰術部分呢，都令到佢非常之讚嘆。佢覺得係非常之難應付嘅一個聯賽。但係從佢嘅口中都感覺到，其實英格蘭呢隊即係英超係難踢之餘呢，佢都學咗好多嘢嘅。咁呢個訪問，如果大家係有俾錢買 The Times 嘅話呢，係幾值得睇嘅。咁亦都可以知道呢個即係荷蘭助教呢，佢本身自己崇尚啲乜嘢足球理念啦。佢喺曼聯嘅時候呢，因為佢識得5國嘅語言，同某啲球員呢亦都建立咗好深厚嘅關係。其中一句呢，同之前個部分係一脈相承嘅，就係話佢話曾經有一個贏過歐聯嘅球員同佢講：哇，我只係有一場比賽咧表現得唔係咁好啫。嗰個所受到嘅壓力，所受到球迷嘅批評呢，係佢從來冇想像到咁大嘅。咁或者亦都再一次證明到啦，踢曼聯呢，其實係一啲都唔容易，所承受嘅壓力亦都非常之大。除咗雲迪加格做咗訪問之外呢，上一集提過嘅 Harry Mara 最近都做咗個訪問，亦都係來自《泰晤士報》嘅。咁喺呢篇訪問裏面呢，佢都有講到底自己點樣同曼聯搭上啦。某程度上都係因為Sir Jim Ratcliffe 佢有好好嘅人脈，佢同一啲體育嘅監管機構呢都有相當好嘅關係。例如 Harry Mara 就係佢透過 World Athletics 呢個機構呢揾到佢哋嘅主席，再聯絡上喺加州嘅 Harry Mara 嚟到曼聯做一啲簡單嘅指導功夫。咁 Harry Mara 喺訪問裏面呢，亦都有講到啦，佢自己嚟到曼聯嘅時候，因為佢唔係一個英式足球嘅專家，佢只不過係一個教過好多運動員點樣贏10項全能嘅美國人。佢嚟到曼聯之後，亦都唔係話要講好多分享，話要指導啲人點樣做，反而呢係集中觀察曼聯球員喺訓練場上面嘅表現。例如佢舉咗一個例子，佢話因為足球呢並不是長期都係直線嘅跑動或者移動，所以佢要知道足球嘅運動員係點樣運作啦，喺場上面咧需要做啲咩動作，佢先至可以幫到佢哋。佢舉咗個例子就係 Mason Mount， 當時咧仲係復健緊嘅 Mason Mount 咧，喺一啲練習裏面啦，嗰啲 drills 啦，佢就話係透過跑雪糕筒嘅練習嗰度咧，見到有啲唔妥。隔咗一陣之後，佢就走去同 Mason Mount 講啦，就話：喂，其實你手嘅擺動咧可以咁樣調整喎。好快，隔咗1-2分鐘之後呢 Mount 就同 Harry Mara 講：喂，你呢個建議真係 work 喎。與此同時 ，Harry Mara 亦都有留意Ruben Amorim 嘅練習嘅 session 啦，佢又睇下佢點樣教啦，教得好唔好啦。喺佢觀察咗一輪之後呢，佢臨離開曼聯之前，都有同到SJR 講，就話其實呢 Amorim 係真係一個好好嘅老師。佢雖然唔認識足球，但係從一個教練嘅角度，佢都係欣賞呢位年輕嘅葡萄牙人。覺得佢係一個好好嘅 communicator 啦，覺得佢俾指示好清晰啦，覺得佢有個魅力作為一個好嘅老師。佢話佢會留意翻，即係其實喺足球世界裏面呢，而家好多人都會咁講噶啦，就係你需要好嘅運動員，未必係一個好嘅足球員。如果要講 athlete 而唔係 footballer， 其實呢，佢會留意翻嗰個球員嘅 strength、speed、endurance、agility、technical ability 同埋 tenacity。如果翻譯翻做中文嘅話，就係一個好嘅運動員一定要有好嘅強度啦、好嘅速度啦、好嘅耐力啦、好嘅柔韌度啦，技術上亦都要上乘，同埋呢會有堅毅不屈嘅精神。呢幾樣嘢都係佢去睇到底嗰個球員或者嗰個運動員係唔係一個優秀嘅級別。咁我或者呢，從即係專家嘅角度都會睇得到。各位球迷都可以試下從專家嘅眼界去睇，到底球員呢喺呢幾方面有冇好嘅表現，可以咧值得大家去評價我哋曼聯嘅球員到底係咪有個組成一個好嘅隊伍。咁呢篇訪問都值得睇嘅，但係亦都係
多啲咧關於喺運動世界裏面大家點樣去睇即係運動啦，運動對人嘅成長啦，同埋佢一啲教練嘅經驗咁樣樣。如果大家有 subscribe 到 The Times 嘅話呢，係值得去留意呢篇文章嘅。好，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呢，就嚟到呢一度啦。最後補充少少嘅呢，就係過多應該唔夠24小時就有曼市嘅打比。據了解呢，Kobbie Mainoo 同埋Luke Shaw 就係翻去訓練場啦。Mason Mount 呢亦都喺上一個比賽嗰度有落場踢咗10幾分鐘。但係另外一邊嘅消息就係話 Matthijs de Ligt 即係迪列治呢，就呢個中堅，呢個荷蘭中堅呢，就未必能夠上陣啦。傷情同埋球隊嘅成員嘅消息咧就講到呢度差唔多，希望呢，今個週末大家都可以用3分去完結呢個星期啦，可以呢，下個星期睇少啲負面嘅消息，大家過個開心嘅週末。講到呢度就再一次多謝大家嘅支持，我都錄咗好一段時間啦。如果大家覺得今集嘅內容都係值得分享同埋推薦俾身邊嘅朋友嘅話呢，都可以 share 條 link 俾佢哋啦。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